其實只有大約11% 嘅出軌不忠關係最終會發展成為正式嘅伴侶。現實中，大多數人原來激情過後同第三者係連朋友都做唔成。咁被出軌嘅一方多數又會點做呢？係留低定係決絕分手？從唔同嘅研究或者輔導諮詢嘅經驗中睇到，如果係婚姻中嘅話，選擇留低嘅人肯定係多過未婚嘅人士，大部分人仍然會選擇繼續一齊。2023年一個研究揾咗300幾位被出軌嘅已婚人士，發現即使面對婚外情，近80%嘅人係選擇留低，非常大嘅一個比率。原因一般嚟自傳統嘅價值觀、對家庭同子女嘅責任感，希望重建關係。不過我認為研究中最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地方係以下呢一個：留低唔代表原諒嗰個人，只有10% 多啲嘅人能夠真正從心底展現出原諒嘅行為同態度，即係話極大部分去到87% 嘅受訪者仍然以怨恨去主導情緒，口中話原諒，內心實質仍然懷有好多嘅不滿甚至敵意。綜合頭先所有嘅畫面，原來出軌婚外情最有可能嘅結局其實都係出軌嘅一方失去一切。至少你嘅另外一半原諒你，不代表釋懷。